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甜过过年，发过发钱。哈哈，这摆有万全的准备，一定会当互苦的人起笑掠讲。哈哈哈，我真正是天才啦！大发财，大发财，大发财！就介意过年前这款闹热的气氛。做伙来去看要买啥物，转去过年。过年拢有我爱食的鱼啊，不过鱼头甲鱼尾袂使食了了哦，代表规年烫天做代志有头有尾。我上介意过年时啊，规家伙啊做伙围炉食火锅，豆豆啊食火锅愈煮愈旺，足幸福的。过年就是爱食甜甜。爱传甜粿、发粿、糖啊、果子，盼大家哪开讲哪食。哈哈，大家拢食着我的嘴烂，去互我喂着啊！干那想着过年要食啥好料的，阿公你好。足热烈嘞！迄搭足侪人咧排队，咱去看卖咧。来哟来哟，紧来看！钱钱家己入大厅，富贵好运贵山平。若要钱钱发过，明年一定会当大赚钱。钱气财神，我嘛要买。新春大发财，食过发之财。哎呀，是料理救援队，这摆袂使互因发现。我是机器，我是机器。哇，有钱钱多样的发粿呢，真有创意。等咧，拄食发粿的人，敢若变甲足激动的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摕来，贪财，贪财！这发粿闻起来有臭酸味，无啥着。我感觉迄只机器财神，敢若面色面色。这熟悉面的感觉，阮当是鸟车头家。可恶的料理救援队，又搁是恁来破坏我的计划！你到底变啥物？是安怎你会发粿担这么称？啥人无爱发财？只要发大发财的口号，大家就手要爱呀！搁有我高行独一个当生秘方，看人看到钱，目睭就添大蕊。嘿嘿嘿！利用碰风的口号来使弄人，实在足卑鄙的。是因家己想要发财，哪会使怪我？走啦！好食的料理有听北的色气，好片的芳气，大厝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天。不管是发粿、甜粿、菜头粿，这台湾传统的粿，拢是爱用人绳接起钢吹才会用的。互你听人看三温暖是啥物感觉？哇！这是啥物消息？我还是金酸口呀！鸟鼠仔头家的能力消息啊！救援队甲吹好的发粿分互大家斗阵食。好食，这就是过年的滋味啦！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散拖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4集，有小介传统的过年，会传发粿、甜粿、糖啊，搁会围炉。这盘是阿光上爱食的，要互你食。咱先来小介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粿，
话有传染的意思，像讲感冒、拍骹唱。爱会记挂喙暗，才袂祸互别人。伫网架内底，阿根讲，哈哈，大家拢食着我的喙烂，去互我话着啊！干那想着过年要食啥好料的，就是去互阿根话着西食啦。西弄，讲无实在话，去影响人、煽动人。有一句话讲，人叫毋行，鬼牵哭哭对，就是去互西弄去啦。放风，放风形容人讲大声话，咬分加规，喊鼓。有一句话讲，放风水鸡刣无肉，就是你经体人无才调，干那会晓讲大声话，喊鼓分加规。当生，当生。伫遮伫形容人较看重钱财，会记你细汉定定听大人讲，做人毋通求搁色，当生搁十念，即种人足歹斗阵的哦。过年时啊，逐口罩拢穿甲足澎湃，卖物件嘛会讲好话，吸引人客。像鸟鼠仔头家，伊卖发过的时，伊就甲人讲：钱起价钱立大厅，富贵好运归山坪，新春大发财，食过发之财。人客若心花开，生意就做袂利。潘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掠着人想要大发财的生意，利用碰碰的口号来洗弄人，甲伊卖外表有创意。毋过有变过骹手的法果，食了煞变款，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用神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来阻挡歹人，要无即个过年就去了了啊！祝福大家新年大发财，新春好运来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再会。